那高雄顶几日天气反转，微浪甲鸟晴拢传出有民众去互乌龟顶甲挡袂牢，脚甲手拢变红豆冰。微浪区公所嘛伫咧面册通知民众出门尽量穿长裤的。环保局嘛表示会派人去喷药啊，提醒民众环境要保持清气，蚊仔才袂直直拖。 甲手伸出来，唔免偌久，一阵乌龟仔就连伊挖过来。最近高雄地区天气反热，伫微浪甲鸟晴拢有大量的乌龟仔出现。民众出去外口，若是无穿长裤长裤，唔免10分钟，马上就去互乌龟仔顶甲比。微浪当地邮局表示，天气若是变热，乌龟仔就愈高。这2天都袂少人走来买红蚊仔水。我这1、2个礼拜进了大概15、16瓶，这1、2个礼拜全部都卖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小黑蚊多啊。 来买的民众有没有说？都是指定说小黑蚊。真较少，较暗的较多。敢有好订到？有啦，我都有啊。既然存在了，就让飞来飞去的，无所谓啊。那会不会受不了？被咬到受不了，就真的赶快跑啊！一直抓啊，抓痒啊。 乌龟仔伤猖狂，就连微浪公所初5下晡也紧急通知大家爱注意。环保局表示，要防治乌龟仔，上好的办法就是对源头来做，将环境变个清气，乌龟仔无所在通生态，自然就会减少。环境管理的部分，宜清除居家附近潮湿处的青苔，阻断小黑蚊栖息地及危害。针对本市民众曾经的公共区域，环保局会进行喷药防治，以及时降低小黑蚊之危害。 乌龟仔毋是蚊仔，是一种会四过通拖，好定着的所在会上足久，甚至有人会过敏。环保局表示，会派人去喷药啊防治，民众若是出外嘛爱做好预防措施。记者柯家族副教育高雄采访报道。